世界无奇不有，社会包罗万象，彩色人生有真理，有平安，有自由，有喜乐，有愿望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喜信。今日喜信呢，依然伫新营大仁街16号真耶稣教会本会会堂内底呢，要来访问阮本会陈秀琴姊妹、秀琴姐啊，一只要来继续来见证、分享着耶稣基督恩典。伊已经有甲咱讲到讲，伊对一个无神论者、无相信有神、有鬼有灵这个代志。一直到伊经历到真正灵异的事件，甲查考着这个圣经，慢慢呢也已经了解，原来真正亲像咱一般人所讲的，有山就有水，有神就有鬼。伫这个世间的生活中间，真正伫灵界顶面，毋是咧甲咱吓惊，真正有这个代志。但是咱只要有当把握着圣经内面真理，去了解灵界的代志，咱人是安怎来？为什么有鬼？为什么有神？为什么有天使？咱若了解这个代志了后吼，其实咱伫人生的生活顶面所拄到的代志，也是讲咱信仰上、灵性上瓦靠呢，咱根本就拢无惊吓，伊嘛袂当伊甲咱处置，也嘛袂甲咱欺人。种种的代志呢，对咱来讲啊，伫基督徒顶面呢，会当讲是非常的平安，无惊无奇，每一工呢，拢有真神甲咱同在。咱今日呢，就要继续来请伊甲咱分享着伊信仰所了后，最后所甲因带领的一寡代志，也甲咱亲爱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。秀琴姐伫遮，我甲伊拍一下招呼一下。秀琴姐你好，主持人你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今日咱知影讲，咱信仰所依然还阁伫世间伫咧生活。今日为什么爱来甲教会？为什么时常爱伫教会内面团结？为什么爱查考圣经？为什么爱来祈祷？爱来挖课？因为咱还阁活伫世间，咱有当时还阁有拄着咱人生所面对，咱一般做父母的人，袂当来掌握的。其实这个代志呢，也非常的多。不管咱家己也好啦，还是咱儿女也好，咱的子孙也好，真正咱若完全来信靠主，虽然伫苦难中、伫灰暗中、伫毋知影头前的这路线顶面呢。咱有关会当得到主呢真奇妙的带领，甲保守、甲看顾，以及主耶稣的拯救。伫这个秀琴姐啊，你自从信仰所了后，你以后这种信仰的感受是安怎？感觉非常喜乐，因为感觉主耶稣甲咱同在，咱若有啥物困难的问题，拢会当借着祈祷向伊祈求，伊会照伊的旨意来甲咱成全，会帮助咱。是。所以咱亲爱听众朋友吼，咱对秀琴姐的声音，甲这个喜讯吼，看到伊的这个面相我就有一个感受，就讲真正是对心来，甲咱做出这种这个见证。信仰所了，真正是真喜乐。信仰所呢，真正有真正对心灵中间这个平安。伫你这两个囡仔吼，渐渐长大了后，咱一般讲吼，囡仔来长大，也有囡仔教育烦恼嘛，不管讲伫学业顶面啦、道德方面啦，还是讲伊的前途顶面，咱是一个普通人尔，咱只不过个生出来，真咱本来来教育。伫为无共款的就讲，咱今日已经信仰所，咱有将这样代志来交托互神无？你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吼，愿意甲咱亲来听众朋友来分享。有，我大汉查某囝高三毕业，算当时是读高三的时阵啦，高三迄阵吼，是毋是考会了？若是讲考掉，将来要行对一条路，选对一个科系，这拢是对父母来讲，拢是真大的挑战。毋知要怎选。是。所以就借着祈祷来向神祈求，求主会带领将来，阮大汉查某囝要行的路，伊到底是应该就爱读对一个科系，对一个科系较有下伊读，有下伊的能力，有下将来社会需要，所以就祈祷求神带领，为伊选择。因为经常主有安尼应许讲，若敬畏耶和华要指示伊，
行动选择的道路。是，所以小麦就安尼向神祈祷求主带领，结果阮查某囝就考到中兴大学外文系，就真顺利。拢借着祈祷，安尼借着圣灵的帮助，伊就4档就读过也真顺利，就要毕业啊。要毕业的半当前，因为会想讲半当后若毕业了后，即摆若失业，是毋是心内足艰苦？好，后来去想到这个问题啦。我拢会想足远的代志，所以就赶紧祈祷求主带领吼。我就伫祈祷中甲主讲讲主啊，以早伫填大学的科系时，阮有向主祈祷，求主带领，互伊所选的科系伊当下社会的需要，用来找有头路。是，今日要毕业啊，求主会当赏赐伊一个工作通做。结果呢，我有一段时间我就拢禁食祈祷，求主呢真正爱开路，伊毋通失业啦。好，我会记得迄日我有那是禁食祈祷，提早7点半就到教会向主祈求。我伫祈祷中向主求我讲主啊，即摆密选读的外文系有足侪人拢会晓讲英语啦，社会失业的人也遐济，安尼找头路要安怎找？台湾2000多万的人口，找头路的人足济，要安怎找有？所以我就拢祈祷中拢感觉讲头路歹找啦，求主带领小数一个工作一个职业互伊。然后呢，聚会时间8点就到啊，领会者就去台仔顶领会。伊迄日所讲的讲题，就是讲基立溪的乌鸦。咱知影讲基立溪的乌鸦，就是讲以利亚伫饥荒的年代，神吩咐乌鸦早暗拢甲饼甲肉来邀请这先知以利亚。领会者就伫台仔顶讲伊讲安怎呢？伊所讲的迄句话真啊深深插着咱的心，因为咱所要问的问题，咱所祈祷的代志，竟然借着领会者的嘴向咱传达。领会者伊安怎讲呢？伊讲饥荒的年代，饼甲肉对对来，毋免烦恼遮济啦，主有预备，只要认真做圣工，主有预备。因万物拢是你嘛，所以小麦呢，就静静等候，因为我知影讲将来主耶稣要指示咱，要安慰咱，要勉励咱，拢是借着聚会时对宝座顶、对讲台顶发出的言语，要来带领咱所应该行的路。因为伫以赛亚书2章3节才有讲，讲主要将伊的道来教训咱，咱也要行伊的路。因为训诲的确出于錫安，耶和华的言语的确出于耶路撒冷。这一段就是讲，伫末后的日子，主耶稣升天去了后，这段到主来的时间，这段就是末后的日子。主要安怎甲咱沟通呢？就是伊要借着聚会时对讲台顶所讲的道理，甲咱指示。这一段讲，训诲的确出于錫安，耶和华的言语的确出于耶路撒冷。这錫安甲耶路撒冷，拢是在指着有神同在的教会。所以，咱若认真聚会，咱所爱知影的，主要甲咱指示的，会借着领会者的话来甲咱传达。你要毕业的前2个月，小麦心内拢咧一直咧等，来等候讲究竟主安尼应许，讲毋免烦恼，主预备。那到底神要安排啥物？所以拢一直咧小心咧注意。到5月份的时阵，真耶稣教会国际联合总会有发一条公文落来，讲要招考联总英文秘书。所以小麦看到这个消息，就赶紧甲阮查某囝报名。但是报名了后，小麦无这个勇气讲叫阮查某囝真正去应试啦，去考试啦。因为我有探听讲报名的人也有捌做过英文秘书的，也捌做过会计，也有伫外国留学的，安尼因的条件拢真好啊。因的外文能力嘛拢真好。所以阮伫这本土读的这外文系毋敢甲有经验，搁伫外国留学的这应征的人来考试，所以无讲介热心，介积极要去考啦。到报名了后无几日联总陈兴德长老就拍电话来互我，伊甲我无相捌，伊就一直伫电话中勉励讲，你得爱互恁秘书来考哦。
我讲阮以前吼，都行能力无够啦，经验嘛无够，像讲会计、公文，这对伊来讲都有哪真清楚啊，伊就讲不要紧，看你会晓偌济就写偌济，但有免礼啦。总会姊妹吼，有哪有去拍电话来讲，以前敢要提早一日来，伊若提早一日来，会使带总会有大个所在，无惊伊讲。迄日透早吼，赶紧，惊下班若不袂着，所以小我心内就安尼想，感觉讲，这件代志，我对家己无把也无积极，想要去考试去争取，但是有一种无形中有一种力量，伊伫咧催逼咱倒来去考，感觉讲非常的顺利啊，所以就去考啊，真正考了就录取，所以呢，就真正去到今年所教会国际联合总会去做英文秘书。是，这是你伫你的查某囝吼，伊读册甲前途顶面，你伫祈祷伫教徒顶面的一种经验就对了吼。所以你甲今仔日你也是感觉讲，真正主要说真看重你的祈祷，伫教徒中间你也感觉讲主拢有咧甲你看顾。讲到第二查某囝，你有啥物佫无共款的这种教徒甲看法？当初是荧光有哪要考大学啊？伊办面前2档啦，考大学的前一暝，线状啊艰苦，发烧啦，身体足不舒服的。我就讲，安尼咱就爱做伙祈祷，祈祷了后，荧光就去考试啊，就感觉讲毋免看医生，伊的病轻松济啊。第2日就欢欢喜喜去参加大学联考，伊咧考的进前拢有唱诗。有袂倒，别人拢趁着下课的时阵，伊伫咧准备，但是荧光毋是，伊是趁着在休息的时阵吼，只有赞美诗祈祷。我家己心情来教导神啊，因为只有是讲教导神、俄罗斯，求主要所带领互咱所读的，拢会当会记哩，会晓做这个题目安尼。我有问荧光讲，你去考试，你的身体安怎？你毋是咧艰苦？伊讲祈祷了后，伊的热就退啊，伊的病就好啊。所以第2日去考试吼，第2日就是考试的第1日。讲伊的拢做轻松的啦，咱知影7月初联考的时期吼，是当热的时，会记迄日拄好是摄氏34度，足热的天气。但是伊讲，伊感觉伊袂热呢，佮感觉凉凉的呢。别人拢流汗流甲，伊讲要佮得佮穿一领长袖的衫，感觉足舒服的啦，拄好啦，袂寒袂热啦。所以伊就去考试，感觉讲以安静的心去考试，考了比平常较好。感谢主感谢。这个考着对，伊就考掉中山医学院的医学系。真感谢主，两个查某囝，教导神，因两个查某囝拢真爱靠主，所以伫升学也是讲伫职业上，甲一个学业上，也拢伫主的带领中间，也拢感觉讲非常满意啦。除了这个学业顶面，你囡仔敢拢一直安尼，拢袂互你操烦安尼。无偌久之前，荧光拍电话甲我讲伊的骹搁红搁肿，骹的内底发一粒一粒的肉芽肿。安尼哦，骹底哦，脚踝的所在。就去用各种的检查，最后确定讲就是患了僵直性脊椎炎。这情形是安怎？这医生咧讲，若严重的吼，迄骨折会连做伙，规身躯拢硬去，袂当弯。所以伊正开始起病，而且特点就是讲，对骹开始，这骹肉的所在。搁肿内底有一粒一粒的肉芽肿，像黄豆遐大粒安尼。走路毋足困难咧。走路会痛吼。这关节本来神所做的，就是要互咱会通弯，互咱自在运动。后来安怎处理？我的荧光去验血，确定讲是这个病啦。照 X 光，嘛照出讲伊骨盆腔的一个关节开始连做伙啊。所以我就真紧张的祈祷到唯一的办法就是信靠主祈祷。迄阵各地的真耶稣教会呐，知影这个代志啊，拢虽然讲毋捌荧光，嘛是拢用凭着爱心为伊代祷。结果代祷一段时间了后吼，荧光有一日伊就甲我讲妈妈，我是感觉讲我会病好啊呢。我讲你身躯会安尼硬硬疼袂？伊讲袂安尼，骹嘛拢袂疼，红肿拢消失。但是伊就爱确定，讲伊是毋是病真正好啊？伊就去到省立新营病院去挂外科来看。外科的主任就甲伊讲，敢有影你这个病来，我甲你照 X 光就知影。结果迄个外科主任就照 X 光，照出来，伊讲无啊，你头有病，这骨盆腔的迄个各种的关节吼，拢正常。仪表，伊以早是伫中山用各种的办法检查出来，是确定讲有这个病，红血啦，照 X 光啦，确定有这个病。但是即摆伫省立新营病院去照，无这个病。
哦，安尼啊，所以伊即个骹目的即个肉芽吼，拢无起来啦。无起来。自然因为做异地了啊，所以含即个肉芽状嘛拢无起来。嘿，所以这个是也是真奇妙，可以有一个真大体验。经过你查某囝得着僵直性脊椎炎了，咱也知影讲主要所祈祷后来也完全拢甲移除啊。伫以前的看法来讲，今日你查某囝也真正虔诚，啊，今日伊会当去读着中山医学院，讲起下摆就是要做医生。咱知影讲做医生有医生的临床的即个经验知识，所读的非常的多，所以一般来讲会感觉讲医生是安尼万能专人共款啦，因为咱若有病就去看医生。啊，因伫即个领域内底呢，拢有因的专科、因的专门，所以人讲医生会破病，啊，其实只要是人拢会破病，毋是讲医生就会破病，啊，医学医生嘛会破病。啊，今日荧光伊是信仰所的，伊是基督徒，伊也是一位敬畏神的人。今日主要所基督，为什么会读医学院会去发生即个代志？以前的感觉就讲，上面也要互伊会当知影讲，除了咱做医生，尽咱做医生的本分来帮助人。给一寡医生的知识，爱当去造福人群，啊来帮助一寡人即个病痛。更较要紧来讲，主要说更加爱会知影讲，伫医疗顶面也是爱挖靠神，啊会当借着咱所拄着这代志，了解讲人总是抑个有限，但神才是无限。啊也借着安尼呢，互伊会当去体会真神的权能，甲伊即个恩典。我相信讲，虽然是安尼讲，但是秀萍姐。你的查某囝拄着这样代志的时阵，你应该嘛是会紧张，啊会烦恼，敢是安尼？是啊，我刚刚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嘛是安尼，足惊吓、足烦恼的啦。我伫厝边祈祷安尼哭，因为中山的医师，伊是免疫科的权威，目前伊是担任免疫科学会的理事长，所以伊对免疫科这科非常有研究啦。啊，这个医师甲阮查某囝讲，你这个是遗传性，即体质上的毛病啦，无法度医治的病。啊，因光知影安尼了后，伊就拢无食药啊。伊确定伊的病了后，拢毋食药啊，所以拢完全是家己祈祷，搁兄弟姊妹为伊代祷，结果主垂听。迄阵吼，我当然是真烦恼啊！我有一遍我就提早搁去教会祈祷，我当然是足紧张啦，求主吼爱看顾，因为我想讲，我即摆当啊担任栽培的工作，有足侪业务拢袂晓，得搁学啊代志较无用，无可能讲去到台中来照顾啊。囡仔伫检查的是有开刀切片，所以有开刀咱大人无伫身躯边，感觉做毋甘的啦。啊，咱想要去甲看，搁想讲教会有代志，袂当互咱离开脚去甲看，所以就甲主祈祷求主怜悯看顾啦，来医治伊的病。结果祈祷了后，就开始聚会啊！啊，传道者就伫台下顶开始讲一个讲题，伊的讲题就是天父伫较看顾你。传道者呢，伊就引用申命记32章9节到10安慰小妹。这个经节是安尼讲：耶和华的分本是伊的百姓，伊的产业本是雅各。耶和华顾忌伊伫旷野荒凉。野兽嚎叫之地，就该洗掉咧，看顾伊，保护伊，亲像保护眼中的动静。神借着这经节来安慰小妹，因为小妹想讲，一个囡仔，一个人住伫台中遐，无人甲照顾，非常可怜。但是真神借着这个经节在讲荧光就是伊的选民，就是伊的百姓，就是伊的产业，嘛是伊的囝啊，所以神会甲伊看顾啦。因为荧光等于是伫旷野荒凉之地啊，四周围无伊的亲人伫边仔甲伊照顾啊，所以神嘛甲伊当作是伊的足亲爱的囝，安尼来甲伊照顾。神愿意讲安尼甲伊洗掉咧，看顾伊，保护伊，亲像咱咧保护咱眼中的当人，这样小心翼翼。所以小妹就知影讲，安尼主会甲伊又好来，会甲伊看。所以你就安尼就得到安慰就对了。是啊，你的信心嘛非常的单纯。就感觉讲平静安稳足济。对。所以咱亲爱听众朋友，信仰所真正就是有这种好处。咱看还未到的代志，其实神就已经借着道理，借着祈祷，借着各种的伫心灵中间的声音，真正互咱知影讲，我的查某囝，我的囡仔，的确无代志。
因为神已经讲啊，已经互咱足清楚知影讲无代志啊，因为咱是神的儿女，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今日神的话的确要应验伫咱的身上。所以虽然拄着艰难，但是咱就是伫主内面真正有平安。耶稣所讲，恁伫世间上有苦难，但是你伫我内面有平安，因为耶稣基督要赏赐平安互你。除了讲伊借着伊的权能要来解决咱的困难以外，就是伊随时随地呢，拢借着圣灵，借着伊的真理呢，拢伫咧对咱讲话，也咧甲咱讲话，要带领咱的脚步。所以当这时啊，咱修行者啊，你听到这个信息了后，讲天父要看顾你，啊，佮读了这个经文，你就心灵中间啊，迄个结就透掉去啊，吼，感谢安尼。这是一个真奇妙一个体验啦，吼，因为这是真重大的代志，你知无？僵直性脊椎炎，也是一个免疫系统的一种障碍，就是体质方面啊，这根本无可能讲用着医学，还是讲用着药物，会当来解决的问题嘛。拄着这样代志，就等于是吵起来艰苦安尼尔，根本无可能来得到医治。啊，但是伫袂当得到医治的信息顶面去听到这话，咱会当感觉讲主要甲医治，主要甲看顾，哦，你有完全的信心要来甲沟通，这实在是主真奇妙大呢。主真正是专灵，这都无可能好啊！哪有可能讲用一个话啊，就来安慰咱？无可能，若毋是出于天顶天父真正来安慰，根本哦，咱一厢情愿尔啦，吼。也敢若像讲，这都无可能诶！啊，用着这种假设，也是假的这种信息，假平安啊来安慰家己，啊，到尾也嘛是代志，伊完存在，敢毋是安尼？但是主要所基督不互你安尼，借着圣经内面的信息，啊，真正互你去清楚知影讲，真正耶稣基督真正会解决这个问题，会甲你早囝透帮这个病，的确完全好起来。这无简单诶，真诶虽然有口气，有流目屎。但是啥，透早起的确要翻好。一夜之间，虽然感觉讲非常的恐怖、真黑暗，但是呢，天光的时阵，的确要看到彩色人生。所以真感谢天地的真神，咱修行者伫今日的最后节目要完成进程，是毋是有啥物话要跟听众朋友来呼应无？我感觉讲，咱信主灵魂有一个归宿，就是将来免去到阴间，咱的灵魂会当去天国。甲主同大，得到永生。除了安尼以外呢，咱在世佫会当甲主同行，得到恩惠。因为主有安尼应许啦，讲我要带恁中间居住，带恁中间来往。伊要甲咱做伴，嘛要甲咱做朋友。所以咱伫生活上，若是有拄着困难，咱会使来祈祷、呼求神，安尼神就要甲咱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咱亲爱听众朋友，咱已经听了修行者连续2礼拜一点钟这个见证，也最后呢，伊家己对圣经内面这个体验甲感受，直接向咱听众朋友来回应。希望你若有时间去到各所在真耶稣教会来查考，来听道理，来找问咱相信真耶稣教会门，永远拢是为着咱所有听众朋友来开的。最后呢，咱再来向天顶真神来祈祷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亲爱天父，阮会求主耶稣祈祷啊！阮感谢保罗你的性命无煞，感谢主，你今日继续来赏赐互阮一个真美好的机会，平安的时间，透过着本节目，阮的众兄弟姊妹有机会共同来分享见证你的带领，甲保守的恩典，来荣耀保罗你的性命，来感恩你奇妙作为。亲爱天父啊，阮感谢你赏赐阮一个真美好的真理生活。主啊，确实，阮算啥物呢？伫阮人类脆弱活命顶面，有当时啊，也常常忽然的这个病痛、软弱，但是阮也望你的眷顾保守。主啊，阮每一天拢会当对透早看到东方出来这日头光，阮就充满着感恩，充满着希望。阮也真仰望着阮的人生，也敢若亲像透中昼日头光共款，真啊美丽、光明、灿烂。主啊，阮相信你的应允，阮要坚定你真理的脚步，
我要靠着你的气力，毋惊艰难的人生路程。我要立志来过着一个属你有真正意义的价值人生。我要伫你真理的好事上，通好来富足，伫你真信仰的富足顶面，来建立阮超越的人生观。求主耶稣基督，你常常来测量阮心灵眼光，互阮每一个人会当看得更较远，看得更较清楚。互阮对今生甲来世的权利，拢会当有真深刻、真理的把握。亲爱的主，求你继续祝福带领受刑者啊，甲因的一家，也恳求主，你施因亲自来带领，既然是听到你福音的人，互因赶紧有信心、有勇气，甲阮做伙来信靠你的救恩，来享受你的恩典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今日就甲咱受刑者来谈论见证神的作为，甲神的带领，甲遮咱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，再会。感谢主，大家平安。